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苏振才牧师，也是咱台北中会的总干事。今日咱教会举行邀我礼拜，郭牧师伫正10日前临时敲电话讲，请我来讲道，因为伊想讲有真侪兄弟姊妹，咱今日母亲节无参加邀我礼拜，毋知要去佗做礼拜啦吼，所以讲咱伫教会的幼园爱有礼拜。常常我就想着讲，伫母亲节。甲大家做伙来想基督教真重要的伦理，叫着孝敬父母。我问郭牧师讲有偌济人，伊讲真济人无去邀我礼拜啦。我讲是年长的还是少年的啦？吼，伊讲拢有啦。我想讲，咱若来讲即个题目，咱拢真有帮衬吼，拢真有帮衬。着孝敬父母，即种的代志，甲人伫世间的基本责任。共款嘛，咱人伫世间有真侪责任吼，他着去讲遮济要出来。总是阮做牧者，遐尼侪当吼，着知影讲，今仔日伫侪咱的家庭吼，真侪人的问题。对咱年长的兄弟来看，咱着孝敬父母，已经是过去迄个留伫咱记忆内底过去的代志吼，咱只有少年。对今仔日真侪少年人来看。也是讲对一个家庭来看，遐真需要即个囝儿也是逝世来关怀的年长的兄弟来看，兼且这是伫家庭中间，互咱上爱去实践、上爱去学习的一个真重要的功课，重要的功课。头前我要甲兄弟姊妹讲的，讲咱基督教绝对是一个强调孝敬父母的宗教。咱知基督徒伫这世间有真侪伦理道德甲责任，这个责任咱拢爱遵守、爱负责任。这个责任、这个伦理道德，包括咱对上帝、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间万物，这个对世间万物，包括一丛树啊，包括一个动物，咱拢爱有疼惜的心啦。就是讲，咱因为信这个宗教信仰，抵靠咱的人生，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上帝。面对万物，面对所有的人，咱拢有咱的伦理甲责任。圣经10条诫中间，第1诫甲第4诫是咧讲到人甲顶面上帝的关系，总是第5诫开始咧讲到人甲人的关系时阵，头1条就讲关系个人道德的界面。第5诫就讲教导咱每一个做囝儿的，就爱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所以讲，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的地得到久长。咱真实的圣经在第10条诫内底，有人讲这个诫命是带应允的诫命。神学家讲说，这个是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我个人的感觉是讲，这个不是应允啦，应允就是讲你安尼做，就福气互你。我家己咧感觉讲，这个诫命是完全的，完全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人若袂晓孝敬父母吼，就是讲你伫地上拄着久长活遮济岁，活到100岁，住伫地堡，还是讲开实个毋知咱有人住地堡，我是毋知影吼。有人住在真好的厝，还是开真好的车，活到100岁，总是无孝敬。伫这个家庭中间，也是讲伫你的生命中间，永远毋是上帝真正的祝福。迄个祝福就是包括，若拄久长，你的岁数久长，会晓孝敬父母，你家庭有真正的幸福。今仔日不管咱对父母的疼感受偌深，甚至有人感觉足侪遗憾，也是讲有真侪迄愤怒、怨愤吼，真激烈。总是对咱每一个人，特别是做基督徒，咱拢爱孝敬迄个生咱、抚养咱、教导咱、引带咱的父母啦。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咱基督徒最上基本的责任。简单来讲，做基督徒，咱就爱做一个有效的囝儿啦。不管咱拄着的环境，还是讲咱拄着的是大人顶一代，甲咱的关系，咱拢爱做一个有效的囝儿。第2项有效是咧讲啥？有效是咧讲迄个享受会到、看会到的孝敬，才是福气啊！享受得到、看得到的孝敬，才是福气啊！中国古早主张讲爱慎终追远，毋爱慎终追远，伊讲爱厚葬久葬，以示
致哀尽礼，就是讲你著爱办甲安尼真隆重吼，啊，迄个时间爱真长吼，咱知影爱守孝吼，爱守孝吼。所以强调讲，祖先父母爱甲伊拜干啊，亲像神明共款吼，祭之如神明啊。这种观念2、3千当来演化出来的规矩，毋若互咱即代的人伫即个士大人，还是即亲人的常礼中间吼，无所适从，毋知要安怎吼，毋知要安怎甚至互即葬仪社安尼卡油吼，开真济钱吼，所以有人讲办一个父母的即个告别式100万吼，这实在是无要相信的代志。甚至伫咱的教会吼，咱的教会，咱信基督教讲古早基督教传到台湾的是讲信基督教死无人哭，讲人拢办甲真隆重啊，但是恁信基督教，反安尼简简单单吼，这是对于基督徒一个真大的误解。因为啼哭表达悲伤的一部分，人的啼哭的哀伤的一部分。基督徒对父母的过往，虽然咱有迄个应声国外的毋忘，毋是讲咱无伤心嘛，是迄个时刻有当时咱无哭甲特别大声，甚至像咱台湾民间宗教共款，都爱请人来哭，因为家己哭袂出来，都爱请人来哭。其实咱的父母在生。咱若做囝儿的无顺从、没有顺从跟好孝敬的行为，咱若无照步来，父母过往的时阵，才开真济钱，开几百万，排场创作大，乐队请真济队，是讲特别哭啊特别大声，请人来哭，这个行为、这个风俗，对遐已经听袂到声音、看袂到人，已经无伫世间的父母来看，有啥物意义啦？有啥物意义？有真侪人毋敢来信基督教，也是讲毋准伊的囝儿，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常常会拄着毋准伊的囝儿来教会信耶稣做基督徒。迄个原因是讲你若去信耶稣，后盖我死了后都无人拜，是厝的这公仔妈无人拜，无人烧香，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无人拜是讲今日伫阴间的时阵会腹肚枵即个香火无，即个公仔妈无人拜。香火会断去是讲后盖可能即个袂生查甫的袂生生育真济。其实烧香也是讲即个拜拜，甲即个拢无直接的关系。人死了后，是毋是会当食到即个物件，毋知影。所以讲，我拄仔讲看会到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咱台湾话俗语咧讲在生一粒豆，较赢死后咧拜猪头，咧拜猪头，就死了后甲创啊咧风风光光，在生的时阵你都无要抚养，基督教要求咱对父母在生的敬奉，比死后的拜拜更加重要啦。在生的时阵无啥要饲老爸老母，咱台湾讲饲囝无论饭，饲父母咧算饭啊，这个有计较，这个有计较。你较早拢对哥哥较好。你搁互伊留学读大学互伊饲得好有囝儿变得真够计较，在生时计较东计较西，死了后讲父母可能死了后爱真济需要，所以咱台湾民间宗教即马有迄个用纸做的信用卡，父母过世的时讲烧信用卡毋是讲信用卡较简单因为你若烧真济厝、真济车爱开较济钱，信用卡较细张。你去家己用我著烧信用卡，你去用家己你家己用，看你要爱啥物你家己就甲刷，就是咱知影伊伫遐刷的咱的银行拢免纳钱因为迄无连线无连线。我拄仔做团队30当前，拄仔做团队的时阵，派去庄脚的所在，庄脚有一个长老足趣味伊甲我做见证，伊对迄个管安尼计较九更迄个客家地区迄个是一个真传统客家人的地区伊讲我信基督教我做恁的神父我无要拜拜啦。因为公公婆婆大家斗官气甲要死，你是安怎去带着？啥物人毋带去带一个迄个无要拜拜的神父，信基督教的神父。但是这个姊妹这个长老查某长老伊讲我虽然无要甲恁拜拜，无要拜恁的公妈，总是。大家斗官，恁若爱啥物我拢互你，
伊拢穿迄个上好诶，互伊食啥物拢甲伊穿便便。所以后来即个大吉大官本来无谅解，总是后来拄着人就讲较讲嘛是信耶稣、信基督教新妇上有效，因为伊知影讲看会到诶福气，这是真正我互你诶福气真正诶福气。最近阮牧师娘咧看韩剧啦我就坐甲边嘛去看着，有一个叫啥物《家人之间》真趣味韩国片真趣味。我本来无咧看感觉真趣味即个老爸咧做豆腐店诶老爸去告伊诶囝，甲个查某囝伊讲甲算足准诶。对你细汉饲较大汉，互你读册，甲你买厝一个人开偌济钱，你拢不好，所以我要求你还我这钱总是你也看到后壁实在这爸爸要爱，毋是金钱诶补偿。你和解条件就是讲，拢爱倒来厝诶大，逐早起拢爱甲爸爸做伙讲话，做伙食早顿。所以时大人要求的是态度啦，毋是钱啦，毋是钱啦。所以迄个怎样用咱会当做的，互时大人来欢喜毋是用金钱尔，金钱物质当然嘛真重要真重要。所以咱伫咧教育咱的后代子孙伫咱的家庭中间建立即种孝敬的道，就是咧讲看会到、得得到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我做牧师，我常常拄着美国的这个囝儿，伊囝儿美国讲我伫美国信耶稣总是我的爸爸妈妈伫台湾无信主牧师你毋知会当去甲探访一般若拄着这我拢真欢喜做，总是嘛真困难，是安那？因为无熟悉我讲你若有时间倒来美国倒来有一段日子，你著带四大人来教会迄个可能性会较大可能性会较大。所以后来我有甲一个老大人说咧是伊艰苦的时阵伊的查某囝婿听对美国倒来陪带几啊个月，工课拢放掉，就是要为着互四大人有机会来教会，得到福音，得到迄上大的福气上大的福气，这嘛是一种的孝敬。第三，我要过来讲充满疼的孝敬，充满爱的孝敬。圣经讲恁做囝儿的，凡事爱听探父母，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你哥罗西书第3章20节，伊有数书第6章，共款咧讲这个圣经在的时阵，咧重复这个圣经在咧加一句，伊讲是理所当然的。这两大圣经差一丝丝啦，总是伊有所甲咱讲是理所当然。意思讲，基督徒孝敬父母，亲像咱的性命本身爱荣耀上帝同款，这理所当然的，用顺叹做开始。若无顺叹，所有的孝敬拢是虚假，拢是假。所以孝敬是用听做基础的孝敬，因为听是什么？爱是什么？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啦。与生俱来冲动是讲，这种听，互咱刺激咱的心。互咱羡慕去接近咱所需要、所关心、所听的人听会互咱迄个距离拉近毋是互人愈离开尔。所以有人咧讲做爸母税，爸母税就讲我都逐个月有钱逐个月有钱，但是迄个有钱有来，物有来，总是心哪里拉远。伫我牧会经验中间有拄到一个老姊妹。这老姊妹的先生是台大医学教授，退休了伊逐日毋插去，就去医学院的图册馆咧看册，伫遐食饭到伊年老艰苦的时阵入院，大概我来甲牧师娘去甲看牵着牧师的手，牵着牧师娘的手都毋放讲1点钟的话我就徛甲牧师娘徛遐听伊讲话。较讲咧，阮囝伫英国做博士，对一个伫美国做医生，做大生意，但是敢一直念讲讲为日本过，无倒来看我一个，因为伊艰苦真久破病真久因为我捌伫咱台北市牧会过，我知影伫迄个咱退出联合国的时阵，有真侪囝儿拢伫美国无倒来，拢无倒来，是迄个时代，咱想讲这台湾足危险，咱拢甲送出去。年老的时，咱拢感觉足
遮虚伪、遮孤单吼，无着囡仔的身，无囝伫咱的身躯边哦。后来，我甲无顺一直关心即个老姊妹吼，后来伊过身啦，过身的时阵，伫上联教会举行，上联教会礼拜2遮大间的，吼啊，迄个花吼，为头前摆到后壁，因为我后来才知影讲，伊是李登辉夫人的同学，同班同学啊，所以吼，迄排场真大吼。啊，所以我心则感慨啊，心则感慨啊，是大人需要，毋是迄啦，吼，真正需要，毋是迄。所以听是互咱的心甲心哪来哪做伙啦。咱会体会是大人的需要，体会咱的囝的苦痛甲因的需要。所以我讲听会刺激咱接近所需要啦。总是即个孝敬。常常伫即个时代，是伫道德规范甲责任的选择中间，常常伫两代之间会产生冲突、摩擦甲距离啦。吼，咱即个时代无共款啦，真济即个姊妹拢讲，阮古早吼拢受教是嫁人的厝，就爱友好是大人吼。即摆时代新妇娶来是换咱来友好新妇啊，吼，这时代拢无共款啦吼。独独充满疼的孝敬。才会当制造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吼，若无咱对父母吼的孝敬，会变做冷淡、僵硬，也是讲真勉强吼，啊，甚至讲有一寡虚假。因为无孝敬的疼，即个孝敬是咱要孝敬是大人哦，若无一个轨道，无一个骨架吼，迄种疼会不对劲吼，不对劲啊，也是讲变做伤害。因为你爱，你要互伊的。要是大人，可能毋是是大人真正需要。啊，咱真正需要，咱的囡仔袂了解啦。伊讲我都真听你，我都要友好，都是用的方法毋对，无一个听的轨道，会变做混乱。所以做主女的爱了解咱的父母需要是种充满听的孝敬，充满爱的孝敬，哦，充满爱的孝敬。孔子的学生子游捌问孔子讲孝道之事，吼。孔子安尼甲伊讲：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啊？这用台湾面来讲，就讲哦，即摆咧讲友好，就讲啊饲大人啦，吼。伊讲啊，你咧饲狗啊、饲猫啊、吼、饲马啊，共款嘛是咧甲饲，若无甲孝敬吼，有啥物差别啊？意思讲，甲你咧饲只狗啊，吼，饲只猫，所以有人有只猫啊，为了一只猫啊，会当开20万吼，所以都对士大人才够计较。今仔日咱对父母的奉养、回报，应该用听甲感恩做基础，才有真正的才会当真正做到孝敬父母。但是倒转来讲，孝敬父母并无完全出自感恩的回报啦。华人的世界，中国人过去就是讲。孝是百德之母啦，所以做主女的爱还补亲恩，善事父母。迄意思讲吼，都父母都是听咱啊，所以爱还补亲恩吼，即你着爱回报啦吼，爱感恩回报吼，所以苦劝人爱尽孝道，亲像乌鸦还补共款吼。咱大部分的主女对父母拢有深深的感激的情吼，哪丰富？就会当激励咱的囝儿尊坦孝敬父母的界面，但是毋是做囝儿讲所有的这行为，拢是出自感恩的回报。我来讲哦，可能毋是感恩的回报啦。兼在有的人过去无得到奉养，但是伊嘛后来父母年老的时阵吼，伊嘛欢喜来养饲是大人，哦，养饲是大人，这真无共款啦。我捌拄着即个爸爸妈妈少年离婚去吼，啊，伊就对爸爸，啊，后来爸爸死的时候，妈妈才无人顾，吼，啊，遐对妈妈的遐个囝儿拢伫外国，伊嘛是甲妈妈接来饲啊，接来养啊。虽然即个无甲饲，无啥饲着伊哦，总是感觉都是我的妈妈啊，毋是讲伊对我好，我才甲伊感恩啊，迄是一个界面啊。拄啊开始我就讲。咱是出自亲情的伦理责任，甲天命就是界面。这界面是对上帝来，毋是用计数来计算，也是我家己感觉安尼对，安尼毋对，啊，你都无尽你老爸的责任，所以我不爱插你，我甲你等咧公园内底，毋是迄种的。吼，
因为咱做父母的检查的养育的过程、教导子女成长的过程，咱有可能会做毋对啦。咱有可能嘛，较疼大汉的较偏心，也是讲亲像阮顶代的士大人较权威，因咧受日本教育叫你站好，你都爱站好，甚至甲咱拍甚至内带啦也是讲无负着教养的责任，有可能父母分开，也是啥物时代迄个原因有一日，当因年老时代变化的时阵，咱做子女的，毋是用过去父母的成绩单来做考量，来做讲我要甲你友好，无甲你友好的一个回报甲评估啦这真简单，我都讲，毋是讲伊对相较好，即个人爱出较侪钱所以最后我来讲，会当奉养父母是福气，毋是责任尔。讲界面是讲责任啦，但是你若感觉是福气，迄会当奉养父母，迄是一个福气，会当饲着父母，迄是福气。《礼记·曾子论》内底有咧讲，友好三种：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不是能养能养。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其下最后第三，孝都有三，第三就是你爱甲养饲啦。你爱供应伊物质的需要啦，其次不入就是第二项来讲，你毋通因为你做歹事，互你的士大人拄着见笑不入大孝尊亲，你爱甲士大人用孝敬来尊亲啦，这是上大的友好所以而且甲奉养父母的事当作孝敬是上基本的。其实无论奉养父母、体贴疼惜父母，拢是咱做儿女应尽的责任甲义务咱会当甲即种当作福气，咱搁较会疼惜珍惜奉养父母的机会。我的妈妈伫15当前过身常常伫迄个哀伤中间咧怀念我是爸爸搁较久，差不多40当前就过身，我真少年伊就无伫我的妈妈艰苦几啊冬，艰苦几啊冬的时阵，我上感慨的是讲阮的厝是4楼，伫4楼，所以妈妈大概若艰苦的时阵，要急诊的时阵，爱安那，爱甲扛落来我的妈妈85公斤到90公斤，所以是一大箍搁夹轮椅含轮椅坐轮椅的时阵。所以就爱我的弟弟，搁找其他的人安尼叫我大安尼甲扛起来然后无电梯嘛无电梯，无像咱台北市这样遮紧的，咱拍医墙有专门咧共派病人落来楼梯因真够创，甲咱创落来。迄个时代特别20当前就真辛苦，定咧跟妈妈跟我家己的腰嘛歹去定咧艰苦定咧艰苦。当时我后来咧想有机会佫腰艰苦我嘛是要甲妈妈扛落来。我后来真够若紧急时，我有载着一个人妈妈家己一个坐轮椅，我一个人对4楼，豆仔甲伊对楼梯用落来家己一个人，因为赶紧的，因一个人落来用，但是扛起来无法度，扛起来真正真困难。所以机会咱今仔真侪年长的兄弟咱拢会感慨无机会无记咱若挂白花的兄弟，你今仔你就感觉无机会。有机会养饲是大人伫破病艰苦的时安尼照顾迄是一个福气毋是一个责任甚至讲你的福气就是用抢的，甚至有这个人是用抢的我高中的时代看了一篇小说真出名这40当来一直袂记得无甲这篇小说袂记。这咧讲一个牧师这个牧师礼拜煞咧送会友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安尼心忧头革面伊问讲是安那啦？伊讲我2个后生拢真友好啦，但是拢出国拢做生意拢无伫2个新妇有当时要创我食，毋创我食，毋知要安那。这牧师讲安尼袂使伊就甲后生新妇叫来，安尼照本咧日子若是1号就是大囝，2号咧二囝好啊，就转起来。总是无偌久伊看这姊妹忧头革面，伊讲你是安那？你敢无通食？伊讲有啦，
总是牧师你袂记咧，有个月有咧31号的，31号今仔日大囝食，过当日是几号？1号啊，要去倒食，搁倒去大囝遐食。哦，那所以两个新妇都会计较啊，差一日啦，哦，计较。我这牧师讲，哦，有即种新妇。后来这牧师想一个办法，伊就甲这老姊妹讲，过几日我会去恁兜，我会摕一个鸭互你，我会教你安怎创。这个鸭牧师一个保险箱，细细的保险箱。这个牧师用一个锁再甲锁起来。伊讲你若咧新妇咧计较初1甲31日你无通食，你着甲我摇。讲这是恁头家恁孙仔阿公留落来，恁都拢无要饲我我令你要甲开，家己来开，家己来食来甲教。哇！后来这两个新妇有够友好，啥物嘛要创互妈妈食。有一日，这个牧师过足侪冬后，伊袂甲这个代志是袂记咧。甲伊倒转来时，发现讲，这老姊妹死啊，过身去啊，上帝甲吊去啊，伊就去站来告别式，伊看到迄个告别式个姊妹满面咧笑容。伊想讲，这个姊妹可能咧头一讲，牧师啊，你教我的方法有够好啦，甲我过身以前拢食到有够好。这牧师讲这两个兄弟咧冤家，因为妈妈过身去的时阵，大新妇就甲这个保险箱抢去二新妇讲是啊，你还会讲抢的，但是这两个新妇拢找无锁匙啊，毋知送这个妈妈甲锁匙藏入对啦牧师讲明日我来恁兜甲恁讲所以甲后生新妇拢叫来牧师讲恁拢做证我即马当面开互恁看。牧师伊落地遐阵摕锁匙出来，大家惊者什么时阵妈妈你甲锁匙寄互牧师啊？这牧师甲迄个保险箱开，内底拢报纸甲石头。这两个新妇就开始讲，一定你共偷我去啊！牧师讲恁两个新妇先落去，我甲恁的先生讲。伊开始甲这两个后生讲即个故事，这两个后生无等牧师讲了，就跪咧妈妈的遗像头前感觉哭。这是40当前我看的一篇小说啦，我知影毋知有事实啊。总是即摆若定讲，有听讲初1、初2的有人讲好佳哉我生3个囝3个囝嘛是有31号的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总是互咱来思考会当奉养父母是咱的福气福气。是大人若身躯健康是人有的是人真巧伊真够伊想讲等我无伫的时阵才互恁伤慢啦，伊就偷分逐个孙仔拢有红包逐个慢慢来找阿公这有的是大人真够做总是是大人身躯健康较好，若需要身躯艰苦住院需要陪伴的时阵就爱分配日子分配日子我的丈人真熬，因生6个囝所以拢感觉真好分真好分较侪人较侪骹手共叫甚至有个家庭安尼冤家算总店分配日子我做牧师真感慨真感慨。假使啦，兄弟姊妹，假使今仔你对一个家庭中间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照顾父母，毋是真做无度承受的重担，毋是真做重担真做那学迄个词句讲的讲欢喜做甘愿受我感觉迄个上帝特别的恩典甲福气。嘛，期待咱每一个年长的兄弟咱拢有当得到应该有的关怀甲孝敬。嘛，祈求上帝帮助咱在座每一个少年人，少年人，咱有机会，咱拢会了解孝敬父母真正的意义，甲上帝这款的孝道，会当把握机会，尽孝敬的道理。我要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拄则咱唱这首诗孝孝亲歌。咱毋免看圣诗这个调真熟的调咱来请苏琴，甲你弹一解，咱大家甲听一解咱请张弟兄甲世间啥人无父母亲，抚养教导费心血，咱着记得主爱大恩，孝敬上亲是福运。想起伟大父母心，体贴温顺温情深。
时时感谢我上亲，学乐上帝大丰恩。咱来去第一节看卖，第一节。世间啥人无爸无亲，抚养教导费心心。咱着记得主爱大恩，孝敬上亲是福分。想起伟大爸母心，体贴温顺阮情亲，时时感谢我上亲。我乐上帝大丰。这首诗是客家民谣哈，所以咱来看咱的圣诗内底，其实伊也是客家话吼，用个客家话唱，佫足有意思啊！总之我惊兄弟姊妹，咱无法度唱啊。客家人是一个真敬天好敬士大人的一个真看重伦理的家庭。我开始牧会的时阵吼，去客家庄啊，吼，那真趣味。啊，因拢伫每一个家庭的迄个客厅拢有一个黑板啊，一个黑板伫遐写字哦，写字啊，教导囡仔爱做啥物，爱做啥物啊，家训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传统啊，吼。咱的圣诗委员会甲这条诗放伫咱的圣诗内底啊，总是迄个歌词敢一赞尔，过去呢唱敢一赞吼，啊，所以今仔特别敬这3节。我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吟第1节、第2节、第3节，咱来做为起立，咱来吟这首诗。世间啥人无爸无亲，抚养教导费心心。咱着记得主爱大恩，孝敬上亲是福分。想起伟大爸母心，体贴温顺阮情亲，时时感谢我上亲。学乐上帝大丰。第2节，咱手看过美丽无离，勇行快乐少年时。甲我明白圣经道理，命受救恩叹真理。想起伟大爸母心，体贴温顺阮情亲，时时感谢我上亲。学乐上帝大。第3节，咱着及时报答亲恩，大家三听乐天伦，生活生家热心温馨，天父祝福的平准。想起伟大爸母心，体贴温顺阮情亲，时时感谢我上亲。学乐上帝大丰恩。咱做伙来祈祷，特别感谢你，拢互阮有家庭的生活，通过士大人的养饲，家庭的教导，互阮今仔日会当徛伫你的面前。阮着常常孝顺你的恩典甲疼痛，特别阮若有机会，搁较会晓来友好士大人，敬奉士大人，这是上帝你一个真大的教导甲改变。兼在阮做士大人的，嘛爱搁较有智慧来体谅，知影世事的苦痛，甲因的思想，互两代之间会搁较好的亲情，搁较水的家庭的生活。祝福你母亲呢，今仔日来到你面前的，无论我的士大人要有伫，也是无伫的，互阮用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感谢上帝，祝福阮每一个人以及阮的生活、阮的家庭，伫你面前献上满满的感恩，
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